大家好，又係我哋扭左扭右，今日帶大家睇青龍頭龍騰路8號嘅帝華軒新鴻基品牌，一定有驚喜。今日睇嘅單位實用面積1056尺，3房1個套房連工人房。我哋即刻睇下個景觀先。客廳同飯廳完全冇走廊位，仲要高樓底。我哋入去廚房參觀下先，再睇埋工人套房，有自己私人空間。好，我哋出返去睇。我哋入去睇其他房間。每間房嘅空間都十足。最後入埋主人套房，原裝嘅洗手間。主人房可以3邊落床，而特別用咗呢個落地嘅彎玻璃，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觀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聯絡我哋。最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見啦！